T100赞银行 ，T100赞银行。太阳的阿比，太阳的阿比，老岳母阿宝开船塘了，老岳母阿宝开船塘了。莫买饭，莫买饭，莫买面，莫买面，专门卖披萨老点心。专门卖披萨老点心。唉，唉，开店嘅第一日，开店嘅第一日，一间银行都喊忙来，一间银行都喊忙来。也勇士，也勇士，开门本人强强的数鸭开，开门本人强强的送鸭开。一个老阿婆老一个小来的行落来，一个老阿婆老一个小来的行过来。看到第一间银行上门，看到第一间银行上门，就像看到黄金样嘅未来，像看到黄金样嘅未来。当然爱呼呼招太啊！当然爱好好招待啊！本期啊都用船上了，本期啊就用船上了。阿比你今日小姐数路菜，阿比同条介绍素菜，披萨、披萨、鸭骨诶、鸭骨诶、肉炒、肉炒、沙拉米，沙拉米，样样都系好东西。样样都系好东西。上路千个亿，上路千个亿，食落去，食落去，保证烦恼都唔记得。保证烦恼都唔记得。老阿婆们，老阿婆们，哪样最便宜？哪样最便宜？阿比讲，阿比讲，价钱唔系问题，价钱唔系问题，好食当体验。好食当体验。同马豆，同马豆，加加人，加橄榄，料好食材加丝带。料好食材加丝带。老阿婆讲，老阿婆讲，说一份同马豆加橄榄好咧。做一份同马豆加橄榄好咧。阿比们，阿比们，请我一份。请我一份。老阿婆讲，老阿婆爱食过咧。讲，爱食过咧。披萨迄份阿孙的个，披萨迄份爱孙的个。一海，一海披萨掉上桌，披萨掉上桌，写下来问，写下来问。阿婆唔正经食过的嘿。阿婆，你真件食过的嘿？阿婆讲，阿婆讲，我真经食饱咧，我真件食饱咧，一啲都唔爱要，一啲都唔爱要，唔管小夹夹食啦。唔管小夹夹食啦，写下来的太还有食点披萨，写下来的他还有食点披萨，像一条落汤嘅西路诶。做一条落酱嘅西路诶。喊好食咯！喊好食咯！老阿婆看到孙呢，老阿婆看到孙呢，你说嘞长路喊他慢脚，第四个上路喊他慢脚，不也？不也银幕上去，银幕上去，阿比老阿婆见跳舞见行过来，阿妹佢有努力行過來，记得讲，記得講，恭喜也掉去见每一个100张银行。恭喜你也
店要免费送一份超级披萨。本店爱免费送一个超级披萨。咱会加送双麒麟。阿比老阿婆各有一比叉。阿比老阿婆各有一比叉。看见老阿婆老细阿奶的香酥鸡好食嘅披萨。看见老阿婆老细奶的香酥鸡好食嘅披萨。就像比上门嘅日头下。看到满片金黄色嘅日头吧。看到满片金黄色嘅日头吧。阿比细声对阿婆讲。阿比细声对阿婆讲。你好到。上海没买到。天热。风摇摇的甜甜的。厨房的火焰冒汗。一个个人客来用餐。阿比点点风，向从门外看一眼。发现厝本嘅老阿婆来嘅细阿哥诶。一个人坐到船塘嘅对面。腰舒顺带一粒石头。嘿有一个人客行落船塘。伊就拿一粒石鼓，放到做树上去。两个人客行落船塘。伊就拿两粒石鼓，放到做树上去。原来弟弟嘅孫，上得到第100個人客嘅大獎。人客隨緣到，唔過我算到99，唔知我算到哪樣事。阿比老所有嘅朋友打電話。將佢哋來健康食50錢嘅披薩。55、66、77、88，算到99。四阿哥誒，細細放起來，將飯堂躺意。四阿哥誒，送牌傳堂嘅開門。談到帳房，再回部長。而係今本日嘅第100個人客。大家牢記當作英雄來歡迎。工作日。超級披薩。還有靠條的生態。第100個人客要貼片就睇。四阿哥誒，打電話問阿婆。我兒實來。喂，阿婆，叫來食
披萨哦！夹夹的生披萨哦！披萨嘟嘟张开好，披萨嘟嘟张开好，阿婆没来呢。阿婆没来咧。细阿哥对阿婆讲：细阿哥的对阿婆讲：阿婆，夹夹说啊！阿婆夹夹说啊！这披萨不是钱嘅。这披萨不是钱嘅。阿婆困顺的无平衡，阿婆困顺的无平衡，唔用饭唔信哦。唔用饭唔信咯。爱条下食过嚟，爱买肚皮。爱条下食过嚟，爱买肚皮。看阿婆食，看阿婆食，细阿哥的大环境，细阿哥的大欢喜。像起一条创过的小河吧，像一条冲过的小河蛙，流过奶味，流过奶味，奶味就有酱酱的什么？奶味就有酱酱的什么？阿婆问阿弟，阿婆问阿弟，我再个配只披萨本细阿哥的嘛？我在开一只披萨本细阿哥的梦。阿弟讲，阿弟讲，唔是嘅，唔是嘅，也嘅生日呢当中啲嘅好，也系生年的东东啲嘅好。上海唔识，上海唔识，每位包嘅土里，每位包嘅土里。阿弟阿婆开船行，阿弟阿婆开船堂，唔买饭，唔买饭，唔买面，唔买面，就买披萨老点心，就买披萨老点心，还有买唔到嘅小肉老温暖，还有买唔到嘅小肉老温暖。你也好香，对呀，高香，披萨店嘅生意进来进好，披萨店嘅生意进来进好，点好床头讲东黏黏嘅嘢。点好从头讲到黏黏嘅嘢，下面我輩仲喺排定長長嘅啲咧，因为我仲係排得長長嘅嘢，披薩嘅上面披薩嘅上面，對頭條到面，對頭到面。定太樣嘅叫，你唔愛跳。等下就你唔會錯。T 100站年下， T 100站年下，嗱嘅故事就講到入邊，我嘅故事就講到入邊。什麼大家，什麼大家？暗自識，暗自識，上嚟了，上來了，大家上嚟了，大家上來了，我就畢業了。我